看下头多嘅影片，我哋来学习一下几句常用嘅对话。首先，也要申请过户能做得改，这要申请过户才可以改。好，这要申请，也要申请，也要申请过户、过户才可以能做得。那北部会说张做得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张。好，变更呢就是改。好，那我现在这整句咯，我讲一个南势线的版本。也要申请过户，能做得改。好，来句北势线的哦。也要申请过户，张做得改。有听出差异了吗？好，下一句，下一期嘅电费单就是嘅名嘅。下一期的电费单就是您的名字。下一期的下一期嘅电费单就是就是您的名字。嘅名嘅。好咯，来整句咯。下一期嘅电费单就是嘅名嘅。下一期嘅电费单就是嘅名嘅。下一句，楼梯身边有性别友善偏所，楼梯旁有性别友善厕所。楼梯旁，楼梯身边有没有的有呢？有，性别友善，厕所，偏手。好，整句咯。楼梯身边有性别友善偏手。楼梯身边有性别友善偏手。好，下一句哦。谁来耶，谁么耶，都做得用。男生女生都可以用。好，男生呢，谁来耶，女生谁么耶。好，这个国语的都有很多发音。好，我把我所认知的都告诉大家，读、弄、都，好，很多都可以说。好，那我们句型呢，我这句叫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可以用，做得用。好，整句咯。谁来耶，谁么耶，都做得用。谁来耶，谁么耶，都做得用。好，我哋要单元都送到鸦片哦。